今集我會帶大家去到喺西鐵朗屏站附近一個啱啱新推出嘅樓盤細就睇風水。細就都算係一個近西鐵站嘅新樓盤啊！佢喺朗屏站嘅附近，行過去大約5分鐘左右。至於喺地理位置上嚟講呢，佢係位於朗屏站嘅東南邊。成個屋苑由4座大廈組成。根據發展商嗰個圖則同埋現場實地去睇嗰4座大廈嘅坐向設計，成個屋苑嘅坐向呢係採取坐東向西為主㗎。既然佢由4座大廈組成，咁自然分別就有4個主要嘅景觀啦。我哋先分析第一座同埋第二座嘅景觀啦。呢兩座呢係平排咁樣起響大橋路嗰邊，亦即係成個屋苑嘅主要立向嗰邊啊。佢咧係對住一個圍村嘅建築大橋村。大橋村咧係元朗18鄉嘅其中一個歷史最悠久嘅圍村。成條村咧整體嘅高度都唔算高。對於細就嘅第一同埋第二座嚟講呢，望呢邊景觀嚟講，差不多可以話係冇乜嘢遮擋㗎。加上線道咧係屬於雙星導向嘅旺財格局，所以都唔難理解點解成個屋苑咧都會以呢邊咧作為佢嘅向啦。另外第5座咧係起喺安樂路嗰邊，主要嘅坐向咧係屬於坐正南向正北㗎，其實都算係一個當旺嘅線道嚟。向住呢邊嘅單位咧，主要係以西鐵站嘅架空天橋啦，同埋對面工業區嗰啲工廠大廈為主啊。但喺風水嘅角度上嚟睇，因為咧佢好貼近西鐵嗰啲架空天橋啊。天橋上嘅電線桿啦，同埋上面嗰啲西鐵啊，其實都係屬於煞氣嘅部分嚟㗎。所以第時入伙嘅時候呢，我建議咧喺窗台或者露台上面要做翻一啲平衡嘅化煞佈局嚟抗衡翻佢啦。至於起喺安寧路嗰邊嘅第3座呢，佢主要嘅坐向咧係屬於坐北向南，正財位咧喺正南嗰邊。而第3座望呢邊景觀嘅單位呢，主要咧就係對住一啲唔算太高嘅舊樓。而且樓下呢條安寧路呢，都算係圍住成個屋苑幾條車路之中最旺嘅一條啊！再加上呢邊呢，有好多食肆啦，同埋鋪頭啦，人流同埋車流都算多，形成咗一種動態啊！呢種動態嘅景物呢，總算配合坐北向南嘅線道，其實對財運呢有幾好嘅發揮㗎。最後呢，就到成個屋苑背靠嗰邊啦。呢邊呢，主要呢就係第1同埋第2座向內圓單位嘅主要景觀。不過相信入伙嘅時候呢，都會俾呢邊起緊嘅居屋遮擋咗佢大部分嘅景觀啦。所以向呢邊呢，算係成個屋苑比較冇咁理想嘅方向啦。等我總結一下啦，成個屋苑呢，分別向嘅4個方向呢，其實都係屬於立喺風水上嘅4正方位之上，子午卯酉4個方位。而所謂嘅4正呢，亦即係所講嘅正東、正南、正西同埋正北。某程度上呢，立喺4正嘅方位之上呢，如果得到外局嘅車路同埋景物去配合嘅話呢，係會有助人緣同埋桃花運嘅發展㗎。